我仲記得前2年嘅時候，第4場已經係最後一場，但係今日一個都未到。Hello， 大家好，我係姜濤，歡迎嚟到姜濤嘅第2個個人演唱會，多謝你。曾經呢一個演唱會經歷過好多嘅一啲變動啦，一啲改動啦。咁我本人同埋團隊亦都經歷過好多內心嘅掙扎。咁但係到最後我哋都決定開呢一場演唱會俾大家，因為希望可以俾到少少鼓勵大家。今日想同大家講少少呢一年自己嘅一個小故事，係關於我姜濤內心嘅一件事，就係、其實姜濤一直有分姜濤 A 同姜濤 B， 唔係你哋講嗰個姜 B， 即係姜濤 A、姜濤 B 啦，好分啲啦。咁我冇同細明講，所以細明唔使驚，我唔會講錯嘢。但係我有諗過今日講我啲咩嘅 ，OK？ 我會跟住個朗講，但係我都加咗少少自己嘅嘢，都叫做唞多陣。咁姜濤 A 咧呢1年就過去嘅嗰幾年，姜濤 A 係一個好直接、好專注喺自己嘅事業方面，會專注人哋點樣睇自己嘅一個人。姜濤 A 其實佢並唔係你哋喺台上面見到嘅嗰個佢，因為姜濤 A 佢只會出現喺離開台嘅時候，所以姜濤 A 嘅面貌淨係得身邊嘅一啲人睇過。花姐成日話頂唔順，我都係頂唔順姜濤 A 嗰個面貌。係嘅，佢係一個好任性、好直率嘅一個人嚟嘅。佢會俾情緒所主導咗自己，而過去嗰幾年就係我一直俾好多嘅情緒主導咗自己。冇去真正同自己溝通過。雖然我成日都同大家講話，你哋要同自己溝通多啲，溝通多啲，但我發覺原來我從來冇同自己溝通過。我只不過呢幾年就俾姜濤 A 主導咗好多嘅情緒。亦都傷害咗好多覺得自己身邊好重視、好珍視嘅人。咁所以跟住嚟呢一首歌，就係喺我過去呢1年入邊，我同自己嘅一個對話，而嗰個自己，希望你哋今日都可以見到。生如神，每個夜。
只可惜心。